大型招聘會不僅係求職者同企業相遇嘅橋樑，更是好多人嘅職業起點。一位應屆畢業生，佢嘅職業旅程正係從參加2023年5月由工聯及勞工局聯合舉辦嘅大型招聘會開始，一步步走向屬於自己嘅職場舞台。大家好啦，我叫林有成，依家係喺橫琴嘅基金公司嗰度就職，日常嘅工作內容主要係為呢個高淨值客戶提供資產配置方案。我係23年畢業嘅，咁依家入職咗已經有2年啦。咁喺當時求職嘅過程中呢，我已經決定咗要翻嚟粵港澳大灣區呢邊求職。咁我係喺廣州啊、深圳啊同埋澳門都投遞咗好多嘅簡歷，亦都收到一啲嘅 offer。但係我仲想嘗試更加多嘅機會。咁我喺偶然間有留意到，工聯總會同埋勞工局有合辦呢個大型招聘嘅博覽會啦。咁我亦都參加咗，喺線下嗰度見到我哋公司嘅 HR 喺嗰度招聘。咁我亦都同佢哋交談咗，並投遞咗自己嘅簡歷。發現其實我自己一啲實習經歷啊，或者學歷方面，其實都係十分之匹配嘅。咁喺後續嘅筆試啊、面試啊同埋線下實習當中，我亦都順利咁通過咗，最尾成功錄用。咁第一個啦，就係因為本身入職嘅呢間公司係屬於頭部嘅公司啦，咁佢平台夠大，咁佢資源都係豐富嘅，喺呢度你可以學到更多嘅嘢，亦都積累到更加多嘅經驗。咁第二點呢，就係金融業其實係一個好好行業啦，你可以接觸到好多嘅前沿資訊，其實係有利於我去拓展我自己一個思維嘅模式咯。因為我日常工作係會為全國嘅客戶咁提供呢個資產配置方案，咁喺同佢哋嘅溝通當中，我亦都可以了解到更加多除咗金融之外嘅知識，咁亦都可以豐富到我自己嘅一個知識儲備啦，咁令到我自己可以成為一個複合型嘅人才，令到自己喺職業嘅生涯嘅發展當中，亦都有好多嘅益處。首先啦，公司佢屬於頭部行業啦，咁亦都會提供一個具有競爭力嘅薪酬體系。咁另外喺深合區呢邊亦都有好多就業方面嘅政策支持啦，例如人才補貼啊，同埋退稅嘅政策，呢啲都係十分之利好嘅一啲政策啦。咁加埋之後，教青局又會有呢個大灣區青年就業補貼啦。咁其實就業方面嘅政策支持都係比較多嘅，都係十分重要咁促進咗我繼續留喺橫琴呢邊做嘢。咁我其實喺後續我都有參加咗工聯舉辦嘅一啲活動啦。咁我喺活動當中，我亦都會分享到我自己一啲經歷。我亦都希望以自己真實嘅經歷啦，咁鼓勵澳門青年人嚟橫琴呢邊就業啦，或者創業啦。呢邊其實機會真係好多嘅。喺呢邊嘅話，你行業嘅選擇範圍可以更加廣，亦都可以發揮到自己一啲專業嘅能力。而我哋澳門人本身係比較具有呢個國際化視野嘅，咁我覺得嚟到呢度，我哋可以利用我哋自己本身嘅一啲優勢，同埋當地嘅產業相結合，咁發揮自己嘅所長，咁一齊嚟促進呢個粵港澳大灣區嘅發展。